三人死去，两三人死去，为家人开就不袂去。求别个减缓，行道加风搁较寒，却下难题就不袂还。勇不是惊。就算彼岸无也脚扶，脚底人行，思牵思，勇气自会来。照现在的情况，我们已经闻不出任何新东西了。现在让李梅英出去，我相信会有人来找她。喂，做来了。你看嘛，你给同事，你看，哇，佢迄万人啊！我在哪啊！哎呦，迄个啦，迄个，去吃年的啦。为啥？阿眼进来了。唔会，阿姨嘞？阿妹伫潘所，阿去很急。意思啊，阿姨就好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同你俩就去下去哦。唔会。哎呦，唔是啦，新的嫌疑犯请到嘞，你就带豆腐卡透熟，亚梅一天不会有事情啊，放心。嘿。好啦，冇事冇事。嗯。阿姨，你好来忙啊？我买好的啊。好来就要走咯。哈？我走了啊？我想我饿死啦，搁等一下，吼。你在用的啊？我妈唔伫的，搁等一下的，吼。好。啊，思妍啊，你做的老爱拿身份证冇？啊？身份证啊，都已出地度啦。哦，好啦。安子谁哦？是阿姨。检方已经掌握新的办案方向，有什么话说吗？李明小姐，你对之前检方我说借过。说吗？借过。检察官好棒哦，很棒哦。记者戴世德在李梅英杂货店被刺身亡一案，在上礼拜已有新的嫌疑人出现。我要求检察官立刻重启调查，并且请求贵审判庭判决被告无罪。关于被告律师提出新的嫌疑人事证，并要求无罪，检察官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我有意见。
李梅英，你还有什么事要说明的吗？就是我刚刚想起来，我之前说的那些是我脑袋不好啦，我记错了。我看到的那个人，他不是凶手，人是我杀的，我才是凶手啦！我是凶手啦！查紧，维持秩序。把我铐起来！把我铐起来！维持秩序。是杀人凶手，真的！维持秩序。掉了！顾光，帮忙一下。我知啦。被告情绪不稳定，我要求休庭再审。铐起来没关系啦。光恒。哎，爸，我建明。刚刚发生一件还蛮让人意外的事，李梅英她自己认罪，所以现在一切的情势就掌握在我们手里。只是我现在不确定东西在哪里，是不是在那个人身上，我也不知道。先把人找出来，东西可能还在他手上。必要的时候呢，去杂货店确认清楚。重点是，把事情处理得越干净越好，千万不要节外生枝。爸，你放心，李梅英她自己认罪，只是搭顺风车而已，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，没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把东西拿到，要不然到最后连你也脱不了关系。好。阿姨，你做嘛甲老法官讲，伊迄是迟间哦，也较早毋得讲烧呢。老爱讲的，当做咧老人天数啊，无用要变歹刑呢。思妍啊，天明，你两个大爷哦。哈？真劲的啊！天明哦，就迄阿明骨啊，厉害咧，做太悬咧，动买动强哦。阿姨，拄个讲嘛干哦。哪有看到啊？还看到哦，伫个领过，像安用的啊？还有看到哦。安尼，导演讲，因迄迟间有嘛个关系啊？是啊，来。
好，我们晚一点碰面。好，拜拜。你来干嘛？福妹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动！干嘛呢？手举起来，退后，手举起来。我刚拍了6张照片，我只要多按一个按钮，就会立刻发布到网络上去。警方跟指派你的人，通通都会看到。你把枪放下，我们好好谈。我还没有发教你把枪放下。福妹在哪里？福妹在里面，福妹在里面，进去，不要动。福妹，我只想帮你。我知道谁指派你，我也知道你拿的东西是什么，只有我能帮得了你。你把枪放下。东西呢？你交给我。我现在就把那些照片删掉，然后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不用太担心。我会尽全力帮你辩护。我打电话。爸，那个污点证人是不是死了？是。怎么会搞成这样呢？出了车祸，肇事车逃逸，看不到号码。那东西呢？我拿到了，晚一点我会送过去。好，你自己小心哦。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来嘞，加油！来，天使啊！看哦，哎呦，又会煮给我面线哦。用的喏，只呀袂好运呢。按旧东接死呢。莫乱讲啦。来。阿姨啊，今尾老海讲的迄证件无？哪个事情啊？
嘛该装个假的啊。今文你哦，跟老师演讲，我请到廿个咧，也唔信啊。新到外国，见面啊！阿妹，你莫乱讲哦。几杯你哦？你妈唔知啊？建明就会建明，根本可能会让你说的。你今天晚上不用拍戏吗？不用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没跟你讲吗？我回家弄点东西，你晚上跟朋友出去是不是？我先弄东西。茶。我现在要回办公室了，是哦。晚上好好玩。嘛个事情？林明玉死嘞，阿姨认罪嘞，杀了。那汤姆斯，你迄检察官总唔得湮灭证据，要总唔得比到湮灭证据去死，总唔得搁错下验对冇？是老爱公呀。李梅英会认罪是她自己的决定，当然没关系。刘建明，阿姨就会硬的，伊有看过你的代志，别人来讲，你的代志就留下来的形容，谈了什么？陈思远，你是一个律师哎，你采信一个脑筋不正常的人说的话，你是想赢想疯了是不是？迄讲的，迄正经的。啊，东西都在里面。很好。今天林青生日，你餐厅订了吗？晚上一起吃个饭，帮林青庆生。我餐厅订好了。你办事啊，我完全不用担心。那我先回家一趟，晚上见。开慢点。好。喂，你好，我要定位。今天晚上没有？那你们陈经理在吗？好，谢谢。哎，陈经理，我是刘杰明。哎，对，你们今天晚上没位子啦？
7点半。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哦。袂去嘛？你用一度量。你老你轻轻嘛。哦，no， 按 Q 的呢？是啊。几岁？唔怕啦，no， 按葡萄吼，爱水饱啊。哎呀，他冇喊。冇喊哦。谢谢。好。唔是阿姨啊，爱水饱哦。水饱。来啊！爱水饱啊！躺来嘅，吼，乖。你好，你往这边请。来，欣欣，跟走。爸爸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可以上菜。好的。你等很久了吗？不会，等一下。我还以为你们两个都忘记。为了今天晚上啊，我叫建明早就订了这个包厢。真的吗？啊，就是不让你知道。好吧。来，建明。好。今天工作怎么样？顺利。顺利，有点delay的。今天不能讲工作。好，不聊。来，是什么？看看啊。啊，好漂亮哦！帮我戴。最近啊，因为大家都太忙了，我也没有时间准备。好，下次我就再补给你。没关系，这个已经很好了。爸爸老花眼，有点困难。我只想要你们两个不要一直工作，然后身体很重要嘛，我也很重要啊。来，谢谢爸爸，好漂亮。来，生日快乐！来。我觉得好难得哦。你酒性特别好。哎，难得嘛。好，那就再来。生日快乐！我生日。我开心。走。我生日，你喝那么多干嘛？
这个事情，谢大哥、谢大嫂就不要再烦心了。法官那边我会处理，然后检察官那边可能麻烦谢大哥知会一声。法官那边我会再去跟他把事情敲好。你用什么敲？你怎么敲？大嫂，我自然是用人情义理敲。人情义理？你害死了多少人命，还人情义理？大嫂，你我早就跟你讲过，说不要跟他合作，结果果真出事了吧？以前的事情现在就不用说了，啊！哎，大嫂，你这样真的让我很为难了。如果不是你的手下偷工减料，用海商来调包，事情会闹成这个样子吗？可是大嫂，我也没有要我的手下去害人啊！我没有要我的手下去害人啊！你手下做这些事情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先是检察官呢，我们一辈子的清誉就毁在你的手上，你要全权负责。英国学校的 offer 还没下来，可是应该快了。你呢？我等一下打给你。让开！放开！干嘛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说啊！回答我！是海沙屋对不对？你说我啊！林欣，爸，吃过早餐了没？我不饿。我有事情要问你，爸爸。什么？妈妈的事情是不是跟海沙屋有关？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问这个干嘛？我知道已经很久了，可是我想听你亲口再跟我说一遍。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，而且那个调查，那个时候都已经结案了，干嘛还要提这个事情？他不是自杀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他的死跟你、跟邱一郎都有关系。你说话啊！喂。等等，好，10点，到小王的面摊那边，我有事情跟你说。
老板，你要什么？饮料。你要喝什么？红茶好了。红茶哦。哦，红茶。咋扣啦？一个人顾店了。对啊。谢谢。你不知道啦，我跟女儿约要吃饭呐，结果她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说什么要在图书馆念书啦，我就搞不懂哦，她念那么多书是要干什么啦？老板，很面熟呢。我常常经过这里。哦，你吃过了没？吃过了。没有啦，我有煮那个牛肉汤啊，等我女儿回来吃，你要不要一起吃？不用。没关系啦，不麻烦呢。对啊，有时间吗？你自己吃，我不用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你陪我等一下女儿嘛，好不好？不用客气啦，而且不麻烦，你看就在那里啦，哈。好吃吧？真的很入味。我跟你讲一个秘诀哦，这里面哦要放1个八角，只能1个而已哦。好吃哦。我女儿以前也很喜欢喝我做的汤。你也很喜欢做汤哦，哇，真好，这样你女儿哦一定很幸福啦。我都忘记了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来就好，你真是好人呢。我先去啊。小王这个店啊，从他老爸做到现在，从来没有走位。小王，再来一个猪耳朵。怎么说呢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爸是很严重的事吗？怎么会用帮忙呢？我们是一家人。好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了，你觉得猫的平衡器是什么？猫尾巴吗？不对，是耳朵。猫啊，去掉耳朵，9命就只剩下1命。爸，你是不是想说什么？帮我去掉邱一郎那些小耳朵。资料在我们手上，没什么好怕他的。可是我担心邱一郎没有这么好对付。错过这个时间啊，就没有更好的时机了。小李，我们要开工了。只爱向前行，总袂看到天光。请问，请问一下，刘经理检察官，关于最近地检署大动作起诉盗采砂石业者，有人传闻背后有不单纯的那个利益交换，请问对于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？
其实我们能够破获近年来最大宗的砂石盗采，跟你所谓的利益交换完全无关，而是因为警方长时间的布线跟踪，然后我们才有今天的斩获。那请问戴世德命案目前有什么进展呢？对啊，说明一下戴世德命案，说明一下好不好？那个戴世德，他现在我们这个案子还在做检调，于是我们不方便做任何的回应。请问你跟邱远先生是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？请问一下，小姐。觉得刘经理是为好检察官呢？他很棒哦，他说的话都是对的，你们一定要听他的话哦。检察官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什么关系？加油！谢谢你，谢谢。加油哦！请问你是他的检察官？哦，检察官好，谢谢。然后请问一下，你对于那个涉案的林明玉先生他突然车祸身亡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他身亡的这个其实是很单纯的意外事件哦，那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对这个案情的认知，觉得跟我们本案完全无关，所以不用有任何疑虑。那关于林明玉先生，加油！请问你跟邱玉良先生有什么私人恩怨吗？没有，请问您为什么会这样怀疑呢？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你办的第一个案子是跟他的儿子邱长凤有关哦，然后现在你大举起诉他的相关企业，我不知道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？本案跟之前邱长凤先生的案子完全也没有关系。有传闻指出，你会办戴志的这个命案呢？别他来见我。蒋先生直接指定你。是不是好？我们的那个工作指派完全是照正常程序，检察长并不曾用任何一个案子去指派任意指定检察官做办案，所以不用有任何疑虑。听说林明玉身上有关键的证据，那现在他已经过世了，我不知道这证据现在有没有相关。这个有待警方查证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建明啊，你看这里海边多美啊！如果可以盖一个海水浴场，是不是很好？让父母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玩耍，让像我这种已经当单亲爸爸的人，可以在这里弥补孩子的遗憾。像你这种从小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，应该能够体会这样的梦想，应该愿意付出给这样子的梦想。那好像只是你个人的梦想，也是大家的。只要你把东西拿出来，这个梦想就可以成真。你这么招摇，有任何东西交在你手上安全吗？没有更安全的地方了。给我。不可能的。陈雄教你，对吧？你们联手对付一个梦想家，对付一个曾经和你们携手打拼的梦想家。一个践踏别人梦想往上走的梦想家。长大了，
还长得很快。按照你自己心里的梦想去走，别人的梦想你不管了。小心哦，别人梦想垮的时候，压倒是你。走。爸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我现在忙去开会，我没有时间。你最近都忙什么？你真的在乎吗？我写了一个剧本，跟妈妈有关。你下礼拜来看戏。有空回来一起吃个饭。我买了一些菜，都是你喜欢的哦。明天李梅英的案子要怎么样处理？就一切还是照计划在进行。爸有什么要提醒的吗？事情总应该有个结束。另外，邱一郎那边进行怎么样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再有问题。就这样，至少故事的结局要由我们来决定。被告李梅英于民国99年5月25号上午10点，在友爱街337号住所前蓄意谋害戴世德。根据刑法第271条，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死刑或无期徒刑。请问被告还有最后陈述吗？李梅英，还有问题吗？报告庭上没有。请起立。本案辩论终结，定于民国99年6月24号下午4点宣判。袂对哦，袂对哦。靠腰啊！啊，搁要试一摆无？唔免啦，免试啊！你去动动啊！你甲敲者。好啦好啦。我后甲你小输啦。嘿。要偌济？200。200哦。嘿，买无？好啊，你甲我输赢200。好啊，来啊。来200。好，来。啊200哦，小输哦。好，我马上小输嘛吼。诶，好啊，你要小输无？好啊，来啊！好，来200。你查袂着呢？袂着哟，袂着哟，好，袂着，袂着吼，来10公款吼，5支。来200。200哦。嘿。来哦。嗯。靠。哦，袂着哦，你赢，来。来，这互你，好啊。来，抽斗。好啦，来啦。
吊数博大啦。啊，我甲你差1000。啊，差1000哦。10000，上后尾100个。上后尾100对机。这支啊，这支较水。哦，这支较水。顶悬迄支啊。用这支哦。嘿啦。这支哦。嘿啊。偌济？1000哦。 1000。哦，1000。来。 1000啊！你要甲伊输赢无？1000。来无？来啊！我来啊！1000啊！你嘛买哦。臭的啊！哦，1000哦。袂着就对啊，袂着。来，输人唔输阵啊！来啦！来，炒袂着，炒袂着哦，来。好，来，我先收一下钱咧吼。你这嘛是共款5个啦吼。5个来，5个来挑啊。好，来，5个好你。好，来啊，吼。福妹，你给中八街啦？大概事情啦。刘大检察官，请问，我刘奈特死你啊？做妈有对我没啊？你讲啊！福妹，我闹的啦，法律的事情，唔可以讲好就算的啊。调办你冇钱，冇钱好吃饭，全就我没做本你嘅，你记得冇？你记得冇？来吼，后壁爱记嘛吼。后壁爱记哦，你去看者无？哦，对。爱公平哦。这支嘛吼。较紧的啦，你行到较慢，你怎样？这支嘛吼。你跟我比对会呢？来。来哦。阿妹係本年冤枉嘅，佢冇吃你啊，佢冇吃你，我阿妹唔會吃你啦，阿妹自己，你哋阿妹有影響你冇？你冇嚟記就算咧，做埋哎呀！冇掉，阿妹唔會吃你嘅。阿妹，做埋啦，你搁家等啊？阿妹，你先啦，啊！你这样你老婆成结果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阿姨跑来说她是我妈，而你跑来说你是我爸，你们想要我相信什么？请你帮我看看，这些资料都跟你爸还有你先生有关，你怎么会把它拿给我？我没有办法再看他们继续这样下去，请你帮我好吗？人家讲，假心都有假所在，假地方都是爱所在。月光花花，漫山遍野，虽然知不心真爱，不想一条线在电期待爱心。这门不爱行起来，人海啊，做定爱悠悠通通，现不现做地轻爱入光，困电机任来任往的出去，一霎人爱还做你俩，笑来笑。皆要愛兩班行，一生沿路愛行起頂，用班來多愛心度，覆蓋花落春去春又來。雖然老奶嘅心對去，親有意義唔會轉來，不管係風係雨係天係地，愛嘅心。